亚洲安全峰会中国日本对决，中国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批评中国威胁着印太安全。黄仁勋前几天甲一个囡仔开讲，甲囡仔讲爱学台语，引起大众关注台语传承的议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仔日节目头先来看咱的外交。副总统萧美琴6月初6要访问邦交国帛琉，是伊任内的头一届出访友邦。另外，捷克的参议长韦德奇让6党今仔日过来访问台湾。中国驻捷克的大使馆队虽谴责虽反对，不过韦德奇是表示讲，台湾甲捷克拢是民主国家，无需要听别人的命令。情话会破关系，总统府初一宣布，副总统萧美琴6月初6到初10会出访咱国友邦帛琉共和国，这也是萧美琴担任副总统以来头一摆出访友邦。这座访问团成员包括卫福部处长林静怡、外交部处长高柏轩。罗总统望访问团达到3个目标，包括深化两国邦谊，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甲见证代表营邦计划推动成果。也不过因为顶摆总统出访4月底年遭到中国是阿干预，各界也关注。这座针对中国干扰风险，敢是有做事先推演。任何正副总统的出访，外交跟国安团队都会对于相关的情资有完整缜密的掌握。因为帛琉是美国建设的盟友，萧副总统这座敢是规划甲美国政要、外交人士交流，引起关注。这次萧副总统到帛琉是应帛琉政府的邀请，所以一切是客随主便，我们也看帛琉政府的安排。国际朋友过来台湾访问，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初一带团来台，中岛拜会立法院，由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迎接。韦德奇也特别秀出牌仔，顶面有台湾甲捷克的记章，刷来送一只插座的捷克狮仔送予韩国瑜。佮说明狮仔的特性，跋倒的时总是重新站起来，祝福台际关系也总是站起来。Tajvan i Česko jsou svobodné a demokratické země. A to kromě jiného znamená, že tam nemůže nikdo nikomu přikazovat, s kým má nebo nemá spolupracovat. 造成大家外交上的困扰，我们非常的不好意思。中华民国创建1911年到现在已经在世界上坚强存在了115年，我们会继续坚强下去。韦德奇过2年搁访问台湾，中国驻捷克大使馆表达强烈谴责甲坚决反对。韦德奇表示，出发之前捌询问捷克参议院，敢是支持伊访问台湾。超过80%出席的参议员拢表示同意。韦德奇也当面邀请韩国瑜访问捷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伫咧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正式的名称是亚洲安全峰会。今年中国国防部长党军无出席，是改派解放军代表参加。中国批评日本提高国防预算，搁增加和印太国家的军事合作，批评日本是新军国主义，讲这日本是无资格通好讲国际防务合作。不过，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无咧落软，点名中国是有大量的核子武器，伫咧南海、东海扩大势力，批评中国的军事活动是去威胁着印太安全。There is a country that has a huge arsenal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中国为高市早苗首相上任以来，一步一步强化对日本提高国防能量的批判，所指伫5月的川习会期间，以新军国主义的讲法批判日本。小泉进次郎伫亚洲安全峰会场合作出回应。伫演说了后的问答时间，小泉针对中国军方代表团的质问，反倒转去批评中国伫东海甲南海军事扩张，才是对印太地区安全的威胁。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 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俗称香格里拉论坛的亚洲安全峰会，照顾咧由印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国防首长参加，是各国军方面对面沟通难得的机会。不过，中国国防部长党军连续2档缺席，简单由中国国防大学学者代表参加。Japan's door is always open.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will continue to use. Ministry of Defense will continue to use various channels and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firmly with the Chinese side. So please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my counterpart, Deng Jun. 小泉除了发表演说，嘛伫论坛期间，甲菲律宾、美国等国防部长进行双边会谈，其中甲菲律宾国防部长蒂尔多洛的会谈，确认日本会将按算伫2027年除役的护卫舰除役了后，转移予菲国的海军使用。这是日本政府修订军事装备移转政策了后头一届的大型武器输出案例。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日本、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谈判。学者认为，讲因背后的目的是要防止中国伫咧南海军事扩张，这就引起中国不满，遂出动海警船来侵扰。因为这谈判的范围也包含咱的东部外海，学者就发声，咱应该也爱争取甲日本、菲律宾谈判，和对方同齐来捍卫区域和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进行宣布，一回升级做全面友好关系，双方启动专属经济区EEZ，甲大陆达成海洋边界谈判，引起区域国家的关切。As well a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rders.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steps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to uphold a rules-based maritime order. They will enhance the mutual trust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专属经济区EEZ是指为领海基线向外延伸200海里的海峡，日菲谈判范围差不多为日本北中山军南平、菲律宾巴丹群岛北平，包含咱东部外海，牵动大日菲的海上权益。学者观察日本、菲律宾作为第一岛链的北平、南平，面对中共在南海军事扩张，日菲想要捍卫在南海共同利益，也防范中共突破第一岛链。区域安全的这种多边的一个小多边的一个机制，跟菲律宾这个美国，甚至于强化跟台湾的一个合作，然后不断的有提到所谓对台海安全的一个重要性。菲律宾所谓的这个南海问题跟台海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学者认为，台湾在南海议题爱展现无缺席的态度，争取甲日菲谈判达成小岛边合作。中共为抗议日本甲菲律宾的围界行动，中国海警局则派出第3舰编队伫台湾东部海峡执法巡查，南海巡视是派出长平南并航监控，佮谴责中共想要侵犯咱的主权。针对中国外交部径自认定日菲未来谈判范围涵盖我国海域部分。及中方依其国内法享有相关主权权利部分，外交部再次严正驳斥，我国领土及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不容中方置喙。中国海警若是表台海，也顶着伫南海的东沙岛。根据海巡统计，为去年2月到今年5月至8月止，到12架船33处中国海警船是照东沙海峡，正做赴目的性的铺设地带操作。国军已经向台城驻防东沙岛强化协助强军宣示主权。记者综合报道。风毯小米是当咧往日本沖縄的方向去，这沖縄本岛甲宫古岛市下晡时已经发布风警报，全岛红色警戒，超过400班飞机取消，公车也停驶。提醒即阵人伫咧沖縄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安全。这几天有安排要往回沖縄的人，也要注意上新的交通资讯甲变动。也若是咱台湾，虽然这个风台是要直接扫过来，不过天气有关系变较无稳定。明仔载北部是落阵雨，不过温度仍然是真热，有可能会超过36度。也若是拜四开始，就往南部的水气会变较高，就要注意过道的雷公雨。拜五到礼拜，这天气有关系无介稳定，出门就要会记哩早雨伞雨满。欧洲卡球冠军联赛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卫冕成功。法国总统马克宏礼拜接见球员，不过巴黎庆祝活动却是演变做暴力冲突。群众是甲款声大刀占甲袂顶袂当，甚至想要冲入警察局。全法国大概是有780个人去互警方抓起来，抑阁有1个人死亡。
芭蕾款声大道，互大电球迷占去，烟火信号弹伫暗暝当中4阶段，民众发声庆祝。因为芭蕾圣日耳曼 PSG 伫欧冠决赛打败边港青，完成对手连2年封王。大电球迷行上街头，响射镭射大道，客入来2万人，汽车喇叭声一直放，规个芭蕾交欢乐声。不过愈暗煞愈激动，煞失控。后面的民众向街路喷不明物件，讲歹店面，还有人放火烧车，甚至想要走入去警察局。警方到尾强势清场，大批民众叫人赶走，甲逮捕。过程当中造成警民将近300人受伤。街路激战过了后，法国总统马克龙31伫爱丽舍宫接见 PSG 专队，俄罗斯法国的骄傲。Évidemment, tous vos supporters sont derrière vous. Évidemment, la capitale est derrière vous. Mais je veux vous dire combien c'est toute la France qui est fière. 马克龙嘛，一直俄罗第12尾 PK 大战正稳踏入去的法国前锋登贝莱。Et puis vous l'avez accueilli, on a un ballon d'or évidemment ici avec nous. On a de la chance, le pied d'Ousmane n'a pas tremblé hier. Et une fois encore, il était au rendez-vous avec toute l'équipe. PSG 完成欧冠2连霸，和法国脚球伫短短2年内，摕到过去70年拢毋捌达成的2个欧冠冠军。只是为场内惊险的决战，到场外警民冲突，这枚的芭蕾换彻底加强。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毋但是台湾人介意选入红仔机，香港这几档也有真侪开24点钟的店。唔甘愿，其实是选入红仔的人上界普遍的心态。造成这开的钱是比奖品本身的价值搁较悬。即阵香港的政府烦恼民众选个条例，是宣布要加强管理，包含营业规范、年会限制等等。闪闪烁烁的夜风灯，几排机台一路延伸香港街路，最近出现大量夹红仔机店，内底毋但是只满红仔，包括蒙卡牌也是真好的奖品。算个人顶伫机械了，一直投钱操控机械，也毋过一摆搁一摆挑战夹红仔机，正做吞金的活动。即可能一隻70蚊嘅公仔啦，咁你可能會用700蚊，甚至乎1700蚊都夾唔到。這種一定愛夾到手嘅心理，讓真濟人開銷徹底失控。其實都冇㗎，好想放棄㗎，每日都好鬧自己，想放棄，唔好再玩，唔好再玩。看到夾紅仔機快速點店未少也開入主題區、商場，規日24點鐘營業。港府決定出手工具，講要嚴格監管，對此愛生嘅少年人無認同。我覺得咧就成癮就好睇個人嘅，但係如果我玩咧就可能就我覺得我唔算成癮嘅，就可能玩咧就即係我都會有個限額，即係可能玩幾多就唔玩咁樣。過去香港對夾紅仔機的定位是介伫遊樂場所甲公共娛樂設施的無清楚地帶。即馬港府當研究，敢是加強管理，包括營業規範、年紀限制等等，只是對未少愛耍的人來講，當機械了一擺一擺掠無着，煞總是像差一點點仔就成功，閣算一擺的心理，恐驚才是上歹戒掉的。公司新聞里依主編譯。回答的執行長黃仁勳今仔日伫咧 GTC 台北大會演講。黃仁勳表示 ，AI 發展的後一步，就是進入 AI 代理的時代。同時也發表頭一項專門為代理式 AI 打造的處理器 Vera CPU。另外，回答也甲聯發科合作推出 RTX Spark 平台，宣告進軍個人電腦市場。All the CPUs of the past we built for humans. This CPU is built for agents. 伫電腦展前一天，回答 GTC 大會升熱場，執行長黃仁勳點出新一代 AI 超級電腦核心處理器 Vera CPU。There will be billions of agents, and these agents are going to be using the CPUs with very little patience. Because the cost of the GPU they sit next to is too high. AI 代理時代到啊，黃仁勳同步講一個大消息，宣布回答推出全新 RTX Spark 超級晶片，正式踏入個人電腦市場。You could talk to it, it could look at you, you could ask it to read files, go help you do some research,
It could do a lot more that I'll show you. 有 Blackwell GPU 加20核心 Grace CPU， 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打造，累建700亿的定晶体，佮甲台联联发科合作开发，未来应用伫 Windows AI PC。黄仁勋形容这是40年来 PC 产业上大的改变之一，未来原来会重新定义下一世代 AI 电脑。Taiwan's rich ecosystem, the richest ecosystem, the world's best supply chain ecosystem. Unbelievable. Well,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And this year, our businesses together are growing incredibly. 除了佮感谢台湾供应链嘛加入故乡味，新式电视、王记虎城肉粽、花鸟小馆、曾油等真侪间订来去高官的餐厅。黄仁勋大抢供应链的名单佮增加。不过，乐团黄仁勋主题演讲结束了后，要甲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真侪间韩国电子大厂伫台湾举办暗宴，甲韩国的战略革命嘛全面升级，互 AI 发展的势面持续互市场的关心。记者采访报道。黄仁勋甲民众趣味的活动，现在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前几天啊，甲一个囡仔咧开讲的时，是甲这囡仔讲头爱学台语，引起讨论。根据2020年行政院普查，这6岁到14岁囡仔讲台语的比例是敢若剩7.4%，这是显示讲台语传承的问题哪来哪严重。学者就建议讲，这台语要传承，就爱对家庭做起。政府官员嘛会当伫咧公共场合来讲台语，斗阵甲台语救倒转来。你袂晓讲台话哦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科技业的头人黄仁勋顶一日若食鸡仔饼，若甲囡仔开讲，黄仁勋一句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 你爱学台语，这句话嘛引起各界对台语的关心。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社会普查，国内6岁到14岁囡仔会晓讲台语的比例，敢若剩7.4%，显示台语传承出现危机。台语团体嘛刊公开批回应这件代志。大家过去无机会接受到正确的台语的教育。唔管是对台语的了解，还是台语文的学习，拢叫是讲台语是较无水准的，对袂着时代的，是无路用的，嘿。但是为黄仁勋的即个展现，咱就看到讲绝对毋是安尼，一个科技头人，一个世界排名的好野人，伊嘛是讲台语，迄就是伊的母语。台语团体公开批指出，真侪家庭投入英语学习，伫生活当中无晓伊母语，造成真侪囡仔无机会自然讲台语。嘛感谢即件代志，互主侪人开始思考台语传承的问题。有学者是认为，语言传承的关键伫家庭，父母有伫生活当中自然使用，囡仔才会对来讲。台湾人无应该佫对台语即种感觉无水准的心态。做父母的应该伫咧厝里用台语甲囡仔做伙生活。无需要真正像黄仁勋讲，You have to learn Taiwanese。其实囡仔无需要去学语言，囡仔只要父母去用迄个语言，甲囡仔做伙生活，囡仔自然就会得到迄个语言。学者讲，台湾社会毋敢讲台语，其实是过去语言政策造成的心理创伤。呼吁政府就要替过去语言政策回实的，针对目前社会独尊华语的问题，学者要求政府的官员嘛要接伫公共场合讲台语。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AI 愈来愈发展，真侪人拢讲，咱人类以后可能就找无头路啊！即阵伫咧瑞典的一间咖啡厅 ，AI 已经毋敢若是倒做事的新奴，伊是头家。对经营到请人设计菜单进货，拢是 AI 一手包办。咖啡旁讲，人客排队要来点咖啡，这间咖啡店看起来普通啊普通，啊毋过事实上伫后壁咧换头，命令的毋是真正的人，是 AI 哦。It's an experiment. We think that AI will be a big part of the society and like the job market in the future, and we want to test that before that's the reality. Yeah, and see what like ethical questions arise when, for example, an AI
employs human beings. 这是美国新创公司在做的 AI 社会实验，因将契约也有创业的资金交予 AI， 就是这个莫娜来经营。伫咧斯德哥尔摩开一间咖啡店，结果莫娜唔但晓家己处理非常复杂的欧洲的餐饮法规，也佫会晓签电力的合约，佫伫咧人力银行顶悬来引人，佫用电话引着2个员工，甚至家己设计菜单，家己进货逐项 A。I used to build robots for a living, and when I heard there's an AI cafe, I said, well, let's go check it out and see what it's like, see what the experience is. I expect there will be more in the future, so to get the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one, maybe see if there's some funny quirks, like having some strawberries in my drink is perfect. 啊，毋过学者嘛警告，若是有人食物件食到中毒，或者是引人的时阵出现歧视，要找谁来负责任，这就真歹货。伫咧这场人类甲 AI 大战，上大声感受到威胁的，反正毋是基层的辛劳。This job or this experiment is honestly proof that regular baristas like me and the bottom feeders, all the workers are pretty much safe, and the one who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their employment are the middle bosses, the people in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CEOs and such. 当 AI 唔但是辅助的工具，会使替人做工课，电脑开始咧管理人，甚至变做一只发薪水的头家。未来劳资关系也有工课场的规则，恐惊甲大家即马想的拢无同。公司新闻林美主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暗时11点，共一个时间，再会。